后来乡亲啊，这个高雄的高山区有早餐店，是予台湾山猴乱甲真无耐真困扰。讲不管安怎来赶猴拢无效，这个山猴也是偷走入去灶骹，甲石棒摕咧走。头家讲，这山猴吼是用要每一工拢来乱，甚至阁会甲人客早餐抢去食。早餐店太出现一只高山啊，原来是伊找无物件食，趁工作人员咧无形，偷偷共走一摆。无论早餐店的职员安怎甲这只亲门大户的高山啊赶，伊也拢无咧惊。对灶骹加一块石棒，倒骹底外有筋酸。他其实每天都会来啊，上百次了吧？因为我们毕竟也不可能跟他对抗啊，所以只能任他拿。有像外面做的三明治，就早上就会给他做白工。高雄高山区早餐店的业者真无奈讲，附近的高山啊，逐工拢来，逢抢的唔哪伊一间店。当地餐饮店的业者，大家拢着。哦，有时候1、2只，有时候成群的嘞。成群的。4、5只啊，早餐店也有啊 ，7啊，全家也都有啊。他会龇牙咧嘴凶我们的。业者讲，最近高山啊，定来抢物件食，甚至佫会抢人客早顿。专家讲，高山啊，敢若摕看到的物件，或者是塑胶袋啊，建议店家尽量将物件拢收起来。给民众使用不得已一定要放在外面备取的话，那其实我们有一种那种保温的冰箱，它其实是可以有锁扣的，那个其实猕猴也打不开。那或者是简便一点，就是用保丽龙箱把它放在里面。是讲高山啊，逐工拢来乱，好店家真困扰。敢若会当提起变种，若是当着高山啊，会当用棍啊卡头卡甲吓惊，或者是通报相关单位，千万莫大声甲讲，较袂发生冲突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